1月5日，陪你讀新約，馬太福音第5章1至20節。山上寶訓，耶穌看見許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門徒到他跟前來，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：論福，虛心的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；哀慟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得安慰；溫柔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；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得飽足；憐恤人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蒙憐恤；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得見神；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；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人若因我辱罵你們、逼迫你們、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就有福了，應當歡喜快樂，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。在你們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。鹽和光，你們是世上的鹽，鹽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鹹呢？以後無用，不過丟在外邊，被人踐踏。你們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。人點燈，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燈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，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，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。論律法，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，我來不是要廢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就是到天地都廢去，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無論何人廢掉這誡命中最小的一條，又教訓人這樣行，他在天國要稱為最小的；但無論何人遵行這誡命，又教訓人遵行，他在天國要稱為大的。我告訴你們，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，斷不能進天國。